我想講嘅就係匠人出家嘅果報。如果有人發心出家，你出現成匠，呢個人嘅罪不得了。出家有咩好啊？人哋出咗家都翻轉頭啊！你出現障礙，有人想出家，你唔係障礙佢，你只不過想講叫佢慢慢先，遲啲先啦。出家使乜咁快啊？使乜咁急啊？你仲後生，搵多幾年先啦。你遲幾年出家都得噶嘛？嗱，呢啲出現障礙，令呢個人退心。如果呢個人佢係發決定心嘅，佢話我想出家，係真係發堅固道心嘅。呢個想出家嘅人，佢唔聽佢講嘅話咧，呢個人嘅罪就較輕。但係如果呢個發心出家嘅人，佢個心唔得堅固，佢聽呢個人嘅講，或者打消出家念頭，或者話遲幾年添，呢個人嘅罪報咧不得了。呢人得到咩果報咧？匠人出家，我哋自己唔發心出家就算啦，千祈唔好匠人出家，否則你食十世齋都補唔到。如果你輕嘅，你雖然得到人身六根不具，六根唔具足，你有口但係難言，你有眼但係唔能夠見，四肢殘缺，身體戒賴，愚痴暗鈍啊！呢個就係輕報。大眾深信不疑啊，千祈唔好視作等閒。地藏經講，聾殘暗啞知前生。點解呢個人有耳佢就聾嘅咧？點解呢個人有眼佢盲嘅？有個口佢講唔到嘢咧？點解佢係小兒麻痹、四肢殘廢嘅咧？世間上有冇呢啲人呢？多得很啊！我哋見到都心寒啊！你唔信，你試下去啲弱能人士嘅地方，自己大小便都唔識啊！所謂各有前因啊！究竟佢哋過往生中做咗啲乜嘢業，要佢受呢啲咁嘅果報咧？匠人出家，你自己唔出就算，你千祈唔好障礙人哋。如果重良，罪墮於三途，在於黑暗大地獄之中，永不見天日啊！如果墮於畜生道，做乜嘢啊？做蜆、做蠔，一生都係緊閉，匿埋喺個殼裏邊，沉喺水底，唔見光明。做人呢？做狗呢？做貓呢？做龜、做畜生，都雙目失明，盲眼。盲不見日。點解匠人出家嘅罪咁重呢？人哋出家，你匠佢唔好出，點解佢會得呢啲咁嘅果報呢？無論呢個發心出家嘅人，佢出咗家之後，佢能唔能夠修行斷除煩惱，得正道果係另一回事。你出現障礙，令於呢個人退道心。你出現障礙，令人失道心，你有咩法子唔愚痴暗鈍啊？人哋發心想求解脫，你出現障礙，所以有乜法子唔愚痴暗鈍啊？你斷人嘅善根，有乜法子唔六根殘缺？你滅眾生嘅法眼，有乜法子唔眼盲，永不見天日？你斷三寶種性，所以佛法生三寶，佛寶、法寶、佛法二寶，全賴僧眾護持。你出現障礙，唔想人出家，唔俾人出家，有咩法子唔墮於無間，受苦無窮？所以匠人出家，其罪非淺，亦足見
身口意三業裏邊，我哋嘅口業，尤其是嘅口業不可不慎。如果呢個人佢做啲嘢直接或者間接影響而障礙呢一個人出家，所受嘅果報無量無邊。希望大眾謹記，我哋自己唔出家就算，唔好障礙人哋出家。